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某些金屬、如鐵、銀和銅的顏色隨時間會逐漸變化？這是因為腐蝕造成的。當金屬暴露在空氣和濕氣中時，將進一步了解腐蝕。當銀金屬暴露於空氣中時，它們會慢慢變黑。銀與空氣中的硫化物反應形成硫化銀塗層，而銅金屬與濕潤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接觸，會產生碳酸銅，因此銅的表面形成綠色塗層，導致它的表面失去光亮的棕色。鐵鏽的產生，當鐵金屬長時間暴露於潮濕空氣中，會形成棕色的薄片。了解腐蝕，它是如何形成？腐蝕是會在金屬的表面開始，因為它表面是直接接觸到周邊環境的物質，例如水和氧氣。當鐵金屬出現生鏽時，它表面形成的鏽會隨着時間逐漸剝落，露出新的金屬，導致下一層金屬再次生鏽。隨着時間推移，生鏽那部分也會脫落，所以經過一段長時間，整個鐵金屬分解，導致鐵器的結構損壞和破裂。鋁金屬腐蝕的形成，它只是表層的原子會受影響，因為當鋁原子的表層被氧化，形成氧化鋁時，生成了一層薄薄的氧化鋁保護層。這層薄膜會保護鋁金屬的表面，免受環境影響。加速生鏽的因素：酸性溶液或水溶性鹽的存在，高溫與鐵活性較低的金屬接觸，經扭曲或擁有尖銳部分的鐵製物件。